上会较食。啊，以前有即个三支即种方法，三支尾，就大家安尼溜咧，三支尾溜三支尾安尼，迄是讲若穿衫安尼来讲啦，啊，这动物这个，就是有缘啊，日头土啊，你甲看土啊，甲伊即个动作，土啊的手，搭伫即只，毋知啥物鸟啊的即个身躯顶，伊即个，你看伊即个动作会当安怎讲？就是，要讲揽，有可能是揽啦，啊来咧，除了揽会可能。若假使鸟啊有肩胛头，可能是满肩啦。当然，这甲人的迄个身体部位有相共啦，就讲，即种动作有无？就是甲伊肩胛头安尼，满咧安尼满肩安尼，补满的满。满肩，甲咱安尼的动作有无？安尼动作，安尼满肩，啊扭因为有手咧做交叉，所以有人用手的，有个人用扭的啦，拢会使，啊尾到尾做交叉，所以讲甲揽咧，土啊甲鸟仔揽咧，也是讲土啊。甲鸟仔满肩，啊鸟仔搭伊的胸膛，啊，佮行过去，共款行重点过去是轻声啦，所以行是重点行，迄就是表示迄个，迄个的意思啦，迄就是迄个合音变做迄啦，稍稍咧，稍的动作，头壳稍稍咧，敢袂当用呼呼咧，敢袂使用呼呼，甲头壳呼呼咧，一般拢感觉讲敢若跋倒开安尼。其实动作上应该呼甲稍嘛差不多啦，毋过稍的感觉，嘛无咧，嘛无较紧啦。我感觉有搁较安慰，就是有腰疼，啊，这是手疼，啊，呼呼的是外口皮咧疼。敢有无甲较油？有一个安慰心肝来。对。妈妈呼呼安尼，啊，迄个稍，当然稍搁有其他用其他所在对无？手耳啊。啊，所以讲手耳啊，迄个动作，咱即马头壳稍稍的动作，敢有共款？嘛是安尼。我有安尼啊。所以这敢有无共款啦？你讲是你所讲的这种手的动作，应该是安尼手耳啊，嘛，因为有一条啊，像阮囝讲手较遮耳。所以较遮呢。但是迄像阮妈妈的动作，伊就是手较遮像阮妈妈教，就是细汉就是安尼手耳安尼手，啊手手来做。手较遮偏伊无用大的就对啦，用小的。我嘛，手的时候，我说洗手的时候，敢袂使安尼讲手，因为笑，伊即个较先笑啦。因为你有，比如讲你有用迄个擦蚊膏遐物件有无？安尼较有迄个有一个力度啦。有一较有前小较有一个力度，笑。酒精利用安怎讲？酒精啊哪？就是混混诶，安尼嘛是稍稍诶啊，稍稍诶。啊，你若有用着敢若枕头啊，搁去笑咧，安尼嘛会使。安尼呼呼诶是啥物？呼呼
甲你讲吼。搁有时间吼，即个搁吼，其实是要搁的意思吼。即个搁有时间，即个搁，其实是要搁。我意思是讲吼，伫遮来讲，你若要严格讲语法的部分，其实较适合用要搁还是要啦，因为遮应该是还有时间的意思吼。因为你若干那搁是头前有做过啥，啊，即马搁第二个什么代志安尼用搁，吼，还是讲中途安尼叫做搁。啊，即马若是讲还有时间这种意思的时阵，应该是要搁有时间，还是讲要有时间。颠倒较无适合用搁吼，要搁有时间还是要有时间，较下即马即句的意思吼。不过其实我有淡薄仔看无了解，就是为头到尾，还佫有时间，怎说还佫有时间呢？你若无咧限制时间嘛，就是咧比赛啊。啊，就是要安排伊啊，感觉讲咱要大家找，安尼就讲大家找啊。好，这嘛是会使疑问对啦嘿。就讲也无咧看吼，还是讲伊感觉讲还没有天黑呀，就是今晚才很早，时间很早迄个意思，感觉吼。咱要有时间啊的意思啦吼。再过来找应该意思讲，再搁继续找啦，就是因为拄则头先有找嘛，即摆先算讲搁继续找的意思啦吼。过来搁刷落。过来，赶快迄个应听哦，应听。好，你啉水咯。伊即个故事的，即个老路较好，因为听过来就是噔，大结局。刚刚行过去溪仔边，看到顶头有两只色水，可爱介水的鸟啊，伊啊，当要开喙问，想袂到鸟仔囝已经大声喊，大声喊讲爸爸妈妈。安尼啊，看迄个看啊，行过去溪仔边的下骹迄句，是不是会当改用另外一种句来讲？第二抓遐。顶头为人家涉水带水。顶头。若阵讲有两只涉水介水的鸟仔在飞，看到顶头有两只涉水介水的鸟仔在飞，敢会使？伊若飞过吼，有一点已经过去啊，就是过去的意思啊，飞过去的意思啊。你已经过去啊。即摆意思是讲，伊还佫伫咧头壳顶啊。若阵讲是还佫伫头壳顶有无？并毋是飞过去啊。小水介水，啊，再来长尾，长尾，遮足侪长啦，即本内底足侪长。就是迄个鸟仔囝家己认出来啊。假使啦，即摆即本册啦，假使即个爸爸妈妈伊袂用爸爸妈妈，伊用阿囝、阿娘，安尼敢会奇怪？安尼你随路变做安尼。无，我是讲，恁的感觉拢会感觉奇怪笑。
受爸爸妈妈嘛吼，所以就变做讲，那阮之前我就拄过即个问题啦，就是阮咧配音的时阵，就是定定互迄个配音员吼质疑啦，还是讲互迄领班的质疑啦，就是因为阮咧配迄个啥嘛共款啊，包含丸仔啊吼，樱桃丸仔迄啊，还是讲一寡日本剧啊，一寡啥物有诶无诶放共，嘛是共款。阮大部分的国文老师拢会主张讲，较爱用阿爸阿母来配，但是通常配音员拢会甲你讲，即摆哪有人咧叫阿爸阿母啊？这对袂着时代啊！你都对袂着时代。配音员就会拢会讲，即摆大家拢叫爸爸妈妈，你搁叫阿爸阿母啊？通常阮就会甲伊论解，讲有啦，即摆搁做侪人咧叫阿爸阿母啊，即阿啥，这才是台语的讲法。有诶配音员才是有诶就无要接受，有诶就讲，即摆人逐个拢安尼讲，就照安尼讲就好啊，你毋免去讲说咧阿爸阿母。嘿，所以即摆我就是咧讲即个称呼啦吼，若假使讲即本册内底，毋是用爸爸妈妈，是用阿爸阿母，还是讲用其他诶，是毋是感觉怪出来，还是感觉阿爸阿母 OK 啊。呀，就是看人咧吼，有人感觉会使，有人感觉袂使。伊即个故事咧，是因时阵放在故事内底的时阵，甲你真实生活的当时无共款的。毋过伊若讲阿囝阿娘的时阵，就确实是有淡薄仔可怜。即嘛是搁较少人用，无毋对啦，嘿，对啊，是搁较少人用，无代表无人用啦，但是确实是大家可能嘛有有诶人咧使用时可能嘛有压力啦，感觉讲拢无人用，敢若阮用尔吼。有诶人是当然用反向诶思考，讲你颠倒伊感觉愈骄傲诶，佮继续咧用阿爹阿娘。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就讲即个若准讲要使用什么用词咱的思考咱是徛啥物款的思考恁兜有咧用，所以你感觉爱安尼用，还是讲因为少人用，所以咱挑工要用这拢是无共款的角度啦好所以来咱后壁即马后壁即个是迄落演秀嘛演秀啦。鸟仔囝。好，就欢喜甲鸟仔囝揽条，即用揽的好，这好，揽条的揽条条。长尾山羊啦我原本毋知影讲迄个台北市会当看着长尾山羊。你伫倒位看着？北投，北投以外咧，倒位？北投看，倒有咧，其他倒啥物所在？南口，嘛是因为树我是讲树足济。对，我就是伫内我才看着，我无去过其他所看，我去遐内就拄好台语台遐。台语台遐的树仔顶做侪迄个长尾山羊的树啦。你就是看天地，有时啊伫路边，有时啊伫树仔枝顶面，有时啊伫头顶顶。对啊，好歹嘿啊。好，真正诚水啦长尾山羊，咱看后壁伊有我介绍嘛好，咱看迄个介绍一个嘛是迄个无演就搁读一段看觅长尾山羊的介绍。长尾山羊，台湾蓝雀是台湾在地鸟仔，应该是真悬。伊的尾比身躯多较长，头到尾有64公分。伊的喙甲脚是红的，手是红的，眼眶甲红领以上是乌的，身躯甲尾是短的，尾是灰甲白白，伊住伫较偏山的树林内。
的树仔顶有树根、叶仔做一个碗的树，活动范围是海拔100到1200公尺。伊迄个警觉性吼，迄个警觉吼，用警觉吼，警觉性吼，即个警第2条来看啦吼，警觉性吼，即个胸坎甲暗领吼，暗棍以上吼是乌的，身躯到尾是空的嘛吼，一搭白白迄个搭嘛是迄个安搭的搭啦吼，若要写汉字嘛是安搭的搭，尾当然有马的腔嘛吼，长马山牛啦吼，来咱看后壁佫有无同鸟啊吼，来咱刷落来迄个，分解来看迄个另外一种鸟仔，啥物鸟？天布鸟吼。飞着南京，台湾在地的鸟仔，讲的会规身躯拢是蓝色的，对头到尾溜溜有15公分，头甲长骨仔头拢有大黑斑，是变管吼，只听。聊啥物？虎虎。咪个叫甲伊一个活动，休困的时阵，身躯拢活，是徛吼，身躯拢讨厌吼，讨厌停，倒是活动范围上悬到海拔1500公尺。迄注意哦，迄叫做冠吼，吼，海冠，当然你也读较中低音个海冠吼，吼。过来看活泼迄个嘛，你看吼，是上尾第2逝，迄头先迄个词吼。来，咱先看卖 ，HUAT 迄个哦吼，好有爱，这两个，好活吼，过来。毋是好有爱哦，好有爱活吼，但是变调爱变加活，即两字拢是文言音吼，好有爱活文言音，好有爱活嘛文言音吼，活吼，迄个拄仔讲活吼，迄个拄仔讲鸟仔遮啦吼，鸟仔的鸟吼，白话音鸟，文言音鸟吼。有迄个一个词是好鸟仔安怎吼，即个鸟仔安怎吼，这白话音文言音无共读法吼，切鸟的鸟就文言音的读法啦吼，毋过咱若讲鸟仔安怎吼，这个鸟吼，这是即个白话音的读法吼，即个活吼嘛是共款文白音吼，好有爱活吼，这文言音，保卫尾。吼，甲保卫吼，这是迄个白话音，无共腔的吼。海拔，咱可能上常讲到文言音，可能就是海拔这个词啦，吼，海拔几公尺吼。你若讲拔也是拔，拢是用be动词吼，就是拔出什么东西迄个动作吼。比如讲拔刀拔剑。拔刀拔剑吼，即个白话音是用动词的讲，通常拢是动词用啦，吼。甲拔出来，吼。比如讲呐，你嘛会当讲即马即个要收咱甲即个啥物电吼，
对啦，因为 H 尾将 Q 的会变做较无 H 的感觉嘿，飞出来吼。这个发吼，即个大家文言语的部分可能小可注意者吼，发，加个性发，一般活动范围严格来讲啦吼，所以就是讲活动范围安怎吼，活动范围吼。好，咱看有色鸟吼，来换，一个是换什么人？再来是有酸来。是台湾，喂啊。
管那些沙发到沙发，因为一些好看嘿。对，迄个才有一个影吼，来大家看一下，光影的影吼，白话音影吼，文的音就是咱显示迄个显啦吼。光影因为咱即摆有一寡用罗马字，拢是因为讲你看来汉字过来读文的音，所以咧变做是白话音来写罗马字吼。影，光影的吼，光影的影吼。所以讲即只可能是。检查会较互人较无遐尔啊看做足宝贵的鸟啦人甲头前伊几种比伊的体型，可能互人以为是鸡安尼敢若较臭贱安尼感觉，其实嘛是足在地的原生种。即臭贱就是敢若较无价值、较粗俗，敢若较无遐尔啊高贵的感觉。足臭贱的啊！啥物物件臭贱？官网嘛，像迄种的，有无？最近咧看广告一个，啥物官网是啥物？官网。我知影这官网，我是讲官网是啥物意思？是嘴巴臭的意思吗？最近我有看到一个广告，就是讲口鼻歹还是嘴巴臭，伊迄个官网，伊迄个广告会介绍官网，毋是安怎就好啊。喙咧形容喙咧臭，敢会讲安尼？毋捌听过，迄啥物？是药啊广告啊？对。你加过药吗？是伊敢若伊无汉字无字就对啊，敢若用讲的遐，官网哦。对了，是喙臭。毋知啊，这是啥物意思？嘿，臭贱一般就是指较无价值的啦，但是这意思是互人感觉，还是讲互人当做安怎？无一定伊本身臭贱啦，是讲互人当做是较俗、粗俗、无价值、较无尊贵，还是较无地位即种的。嘿，所以亲像吼，常常会讲臭贱、形容臭贱的物件，比如讲官网即种物件，也是讲古早传统的重男轻女会甲可能女性看做是较臭贱安尼，类似即种的形容啊。迄个我去查，确实有安尼讲法咧，伊讲是因为伤忝啊，所以伊汉字写啥？我即摆咧查，因为因拢学袂写因为肝无好会喙臭，因为肝无好，意思喙臭，即个，因为拄则听着官网嘛，咱感觉这两个英文淡薄仔像。刷落来，甜就是甜的意思，边缘的意思，甜。我目睭甜，亲像有地名保甜，有无？迄就讲是啥物边缘啦。保是平原的意思，所以讲意思是平原的边缘，就是保甜啊。好甜就是河边的意思。目睭甜的即个意思讲眼眶，迄个目睭即个边啊，即个意思。海甜嘛是有啊，有人讲海边，有人讲海甜。第5条伊遐落我写吼。好，如今看着字啊。用地方是台湾在地小人伊个水乌乌长长，小到香香辛苦短短，头壳到阿妈本后壁是暗青色拢会使。有白斑，面到白到有色，较只片是水蓝色，是
所在观察，上好上好了水源的所在，上落来活动范围，对海拔0到1200公尺悬的所在。1200公尺悬，吼，你若迄个爱练过吼，1200公尺悬，吼，啊，迄个活动范围吼，共款练过，你若活甲动就变做一笔一文啦吼，咱遮是用活动啦吼，就是两个拢白音吼，活动范围吼，两个拢白话音，钓鱼翁吼。钓鱼翁我真少较无看过，有啊，干豆吼，啊，你迄干豆迄个啥物地去摕啊？有人讲，对啊。哦，遐嘛有啊。就是墨绿色。其实这个问题是这个青因为绿蓝拢有啦，所以看起来就是伫倒位看？头壳到红棍后壁，所以是一个东西啦。你安尼看无啥会个。照讲你若是暗青色吼，是两种可能，因为青就是绿跟蓝都会当用啦，所以嘛有可能是迄种迄个墨绿迄种诶，吼，嘿啊，但是遮话敢若无写墨绿吼，嘿啊，若做讲另外是所谓的暗蓝色，就是比较深蓝色，但是深蓝色较控诶，应该是同款啦，嘿，安尼咱看出来了，真好。对啊，安尼就是较先即嘛这个话题，所以是蓝色的迄个啦吼，应该算蓝的系列绿的，对，然后安尼变做个红色意思，嘿，因为青就是刚有迄个，刚有先应该是蓝色系列吼，嘛是差不多绿色系列感觉吼。哦，要去掉这个诶，会有来打，就是翠绿的艺术，应该是翠绿的艺术。比较鲜绿啦，哦，真的鲜绿。好，安尼遮个鸟仔，嘿，记得大家拢伫种地方叫有看着吼，若阵有机会会当就是看鸟仔，欣赏鸟仔吼，嘛是迄个疏解压力，会当放松的方式。我之前捌去迄个七股看腊八啊，腊八即摆都在食嘛，嘿啊，就即几单啊。就是无需要吊行嘛，会当看到清楚。生理行嘛会使，生理行对。好，安尼。共款嘛，所以就是讲，共迄个汉字有可能伫即本是无共，甲迄本是无共音。是啊，但是我就毋知要安怎输入，要安怎查。输入会使用写。哈，你是讲电脑手机啊，会当？啊对啊，会当。若做讲有手写输入法，当然是直接甲迄个字。你拿汉字是不是？它只有一个手写版的，手写版是无？这个是对，书店的那个书店的。不过我发现这个书店的 app 甲迄个电脑版的迄种校订
敢若有诶无完全共款，毋知啥物原因。哦，无共款，我是嘿。小看啦，毋过也是会当用啦，就是你先用这查看卖，对。手下方。到底是啥物音咧？伫遐用哦。对。对啊，即种情形敢若会当用写，伊有写是台语就是汉语啊。对，啊，册内是英语，册内对，就做交一本的，所以大家好成一本册。我就回来啊，我弄是啊。这两样拢是放生好不对？放生好不对？对，我们今天的来好。平安老师也等于拢来主持吼。伊讲吼，头一场拜人的是舞蹈、讲座加舞蹈、无话题，你第二场礼拜加就有话题，即个话题，好，天老好啦。早开始是讲者，讲分享讲伊是创作的概念是啥物，落去讲会晓，叫大家做伙来跳舞。这就无强迫，就是想要大家来，就是咧遮咧办。吼，欢迎大家来参加，搁有就是会当传影啊。毋过即个活动是针对大人来设计，嘿。搁即个图拢是家己画哦，实在是真优秀。真够画哦。请大家家己支持。伊咧做宣传的时阵，搁有顶摆伊来阮遮，搁写动活动的时阵伊就用迄个App，迄个 App，就是咧卖票嘛，电子票。毋过伊拢坚持写台语嘛，就是写台文啊，其实大家嘛是共款，就是广东话的人就较少咧。搁亲像伊办活动的时间，即摆是拜六礼拜嘛，之前迄摆就是办差不多是咧平常时啊，因为平常时啊，看有台文有闲的人，有兴趣想要参加的人，安尼就是一直变个少，所以我就甲伊讲，无你是毋是为着即个宣传的原因，你来写，就是台文嘛会当写是写嘛，台文甲中文对照，毋过伊就是想讲还是写台文来，所以。我感觉真困难，所以请大家多多甲伊就是宣传伊个。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哪会遮坚持？毋过伊嘛是有伊个想法，我嘛真认同啦，所以讲就是爱靠大家做宣传安尼。头发月琴诶，嘿，月琴就是礼拜三月琴。两场伊拢会来主持。叫做伊即个老师叫做银安，就是伊后壁嘛有写，后壁有写。遮啦，敢若写1月15即个分享人即个。对对，爱点落去咧线上报名会去啊。对，介绍，向大家到用这个就写。咱爱互台语甲各种无共层面诶迄个活动结合啦就啥物款的活动拢会当结合台语来进行永安伊当初读写班嘛是作业写甲足好迄个真够写真有创意的一个女性伊本身即个对舞蹈甲音乐其实已经做足侪冬啊啦伊就是落尾开始结合台语的物件嘛是真好的一个艺术家。而且了1月15是我的生日咯，请大车走啊15无啦，我是讲你生日啦。15是哦。伊这是算咧为着因的迄落7个演出就是新版，就是无共款活动来演出。是这样弄的。对，我倒要写到袂入去。两个讲法啦对啦，我是讲长片啊。对啊。
小书，光批较接听着，较侪人讲啦吼，光批吼，寄一张光批互人吼，光批吼，根本又是无迄个陪人用。嘿啊嘿啊，它是更皮干啥？因为基本上是批信的性质较建议哦，光批。你有听人安尼讲呢？因为嘛有可能是要翻译有无共翻法啦，嘿，嘛有可能啦。啊，就一片一片的，薄薄一片一片，吼。就形来讲是 OK 啦，啊，只是讲你也甲看做有通批信性质来讲吼，是毋是还是光批？搁较换迄个批信的迄种艺术安尼吼。啊，当然批有批的即种腔嘛吼。批，所以有酸是讲批啦，吼，光批。啊，这个hiệu书是对日语来吼，对日语直接摕来用吼。啊，其实这嘛是意象袂歹啦，敢若一片叶啊，的一个书信吼，嘛是意象袂歹。啊，当然有人照明信片安尼翻啦，就是讲安尼读啦，直接就是明信片3字安尼读吼。啊，是咧唱歌哟。对，咧唱歌。咧唱啥？安尼哦。哎，男咧用，无家己个男咧用。伊是全部。好啊，因为即期有迄个就是超工要甲即个语言宾馆吼，即个议题，互大家知影一个安尼啦，所以才会超工用即个吼。啊，大家若是扫 QR code 就当看到迄个生录语言宾馆连续的生录书吼，遐个内容，可能大家伫 Facebook 嘛已经拢有看过啦吼。你个有签要选无几个？这其实是迄个危机嘛是转机啦，就是讲反正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无人签嘛，啊所以就是像调拢共款啦，拢无人签啦。台北市长候选人拢无人签，嘿，啊所以就是反正啥物人调拢是共款，着爱去继续去争取即个物件吼。啊，当然有签的足侪无调，但是嘛是有人议员有签的有调啊。我是咧想讲，迄个新竹迄边可能原势空间会搁较大嘛，无一定，因为迄个浙北遐，民进党的迄个候选人，市民代表、议员甲市长拢有调。就是浙北遐啊，较贵个拢迄个，其实新竹迄个科技推广协会迄边后壁啦吼，应该会当加起迄个油税啦。我的不要，这是伊的。请你等一下所以恁敢有人迄个1月初8搁要投票诶？敢有人户籍伫迄区诶？无啊，1月初8拢无，好。今投票率会足低。我弄这个台，你有这台，你有拿中无？无。有一个咱迄个校园有无？是毋是咱校园诶顶班诶？啊对对，即班对，嘛是顶班，嘛是即班吼，对，嘿啊。啊，另外2个是拜2暗时班诶校园啦。倒收。恁遮有时间才看者啦吼，迄个不管是毋是校园社吼，好。喵。咱治疗嘛，是甲迄个公告写写吼，袂写来报写。我感觉吼，公告就是欠嘛是共款。你欠5摆了，你就感觉讲啊，你是即摆是安怎？都欠你怪咧，所以很多还是。妹妹很在乎。老师公告。
咧白讲课。恁敢有食过鸟仔巴？就细汉时阵，即摆袂用迄真正有食过？哈，有啊。鸟仔巴，行胶啊，比落啊，较早比落，佮真正时阵计伊早拢是鸟比落啊啦，嘿啊，比落啊，伊就用迄足大的网啊，拍规片的，因飞过就是掉咧网啊，就掠着，然后才摕来烘。但落尾变做就是迄鸟仔愈来愈少啊，落尾当然就无即种讲法。对啊，所以我毋知影恁甲有啥物饲鸟啊，还是看鸟啊，迄个经验要分享无？若是有方便，就是敢有饲过？哈，饲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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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一站，以早有一站咧饲惊饲迄个十姊妹啦，还是饲迄个啥物？有捌有访过啦，访过迄种饲啥物鸟啊迄种。阮兜是饲粉鸟。啊，粉鸟对啊，粉鸟嘛是。阮兜的粉鸟是饲来食的。哦，是哦，不是饲比赛哦，饲来食。粉鸟若是要饲比赛，佫是另外一种。对。饲来饲食的，佫是另外一种。饲来食是爱甲饲